你信唔信鬼神啊？無論你信唔信喺物理學嘅世界入面，它真係存在，而且科學家已經親手捉住佢嘅尾巴啦。鬼就係嗰種捉摸唔定嘅幽靈粒子、中微子，它好似夜晚嘅影子，穿透晒一切但唔留痕跡。神就係嗰個比宇宙萬物質量嘅上帝粒子，希格斯玻色子，冇咗佢，你我就唔會有重量，唔會有形體，只會好似一縷光咁，無拘無束咁飄蕩喺虛無入面。今日我嚟傾下呢位神嘅故事，由一個困擾物理學家半個世紀嘅終極謎團開始講起。想象下，如果冇質量，世界會係點樣？你唔會坐喺度聽我講故事，因為你嘅身體無法凝聚，原子無法形成分子，行星無法點亮夜空，整個宇宙將係一片混沌嘅能量海洋，冇星球，冇生命，只有永恆嘅奔騰。呢個就係質量之謎嘅核心。點解粒子有質量？點解你能夠感受到地心引力嘅拉扯？點解一粒蘋果會由樹上墜落，而唔係好似光子咁永遠逃逸？所有線索都指向一個隱藏喺宇宙深處嘅幕後推手，一個俾媒體戲稱為上帝粒子嘅存在。但物理學家可唔食呢一套，佢討厭神話嘅包裝，更中意用鐵證同數據，將呢位神由雲端曳落嚟，塞進實驗室嘅顯微鏡度。今日我就跟住呢場史詩般嘅追獵之旅，一步步揭開佢嘅真面目。呢場追獵跨越咗60載春秋，耗盡咗無數天才嘅青春同熱血，最終嘅勝利者彼得·希格斯喺2024年悄然離世，留俾我一個永唔磨滅嘅傳奇。讓我由頭講起，返到上世紀60年代，嗰個粒子物理學如日中天嘅黃金時代。科學家剛剛搭建起一座宏偉嘅理論大廈，標準模型，它好似一幅精密嘅藍圖，描繪咗宇宙嘅基本粒子同佢之間嘅4種基本力：電磁力、弱核力、強核力同引力。呢個模型優美得令人窒息，它預言咗夸克嘅家族、輕子嘅行列，甚至解釋咗點解太陽能夠發光，點解原子核唔會崩解。但就喺呢座大廈即將封頂嘅一刻，一個致命嘅裂縫暴露咗，它無法解釋粒子嘅質量由何而來。點解電子有質量，卻能夠繞住原子核旋轉？點解夸克被禁錮喺質子入面，無法逃脫？標準模型好似個冇腳嘅巨人，理論上完美，卻喺現實中企唔穩腳跟。呢個唔係小問題，呢個係物理學嘅阿克琉斯之種。如果質量之謎解唔開，整個模型就可能崩塌，連帶住我對宇宙嘅理解亦將重歸混沌。就喺呢個關鍵時刻，1964年，一位嚟自英國愛丁堡大學嘅年輕物理學家彼得·希格斯，同佢嘅3位同行弗朗索瓦、恩格勒、羅伯特·布勞特以及傑拉爾德·古拉尼克，幾乎同時拋出咗一個大膽到近乎瘋狂嘅猜想。佢喺各自嘅論文入面獨立提出，我嘅宇宙並非真空，而是充盈住一種無形嘅場，後嚟被稱為希格斯場。呢個場好似無形嘅海洋，滲透喺時空嘅每一個角落。基本粒子喺其中游弋嘅時候，會同它產生微妙嘅互動，好似魚喺水中游動，阻力越大，速度越慢，從而獲得咗質量。希格斯場唔係實體，它無色無味，無法直接觀測，但佢嘅存在會俾粒子一種黏性，讓佢由光速嘅自由奔跑變成笨拙嘅爬行。聽落嚟炫乎。喺當時，呢個想法簡直係異端。當希格斯喺學術會議上首次陳述嘅時候，台下傳嚟陣陣嘲笑，有人低語呢個係科幻小說啊，有人搖頭嘆氣，更似神學預言。畢竟物理學講究可測量、可重複，邊個會信一個睇唔見摸唔着嘅場？但科學嘅魅力就喺度，他唔問你嘅猜想多瘋狂，只問你有冇膽量證明它。希格斯扔低咗手套，向整個物理學界發出挑戰，嚟啦，證明我錯咗，或者證明我啱咗。於是，一場全球性嘅粒子獵殺行動就此拉開序幕。問題係點樣證明呢？希格斯場太隱蔽咗，他唔會主動現身，你要逼佢露餡。理論上，希格斯場嘅信使係一種特殊嘅粒子，希格斯玻色子，簡稱上帝粒子。它好似場嘅化身，短暫出現就能夠證明場嘅存在。但要產生它，
你需要模擬宇宙大爆炸後嘅極端條件，粒子加速到近光速，然後猛烈對撞，釋放出海量能量，讓隱藏嘅粒子躍出暗處。呢個聽落嚟簡單，實際上難如登天。冇合適嘅工具，一切都係空談。於是人類發起咗史上最壯觀嘅科學工程，建造歐洲大型強子對撞機 LHC。呢個唔係一台機器，呢個係人類智慧嘅巔峰之作。它隱藏喺瑞士同法國邊境地下175米深嘅隧道中，環繞一周27公里，比紐約地鐵系統仲龐大。建造它花咗10年光陰，匯聚咗嚟自100多個國家嘅上萬名科學家同工程師，總造價超過90億歐元，等於集進去咗10幾個國家預算。LHC 嘅核心係2個反向加速嘅粒子速度，裡面塞滿咗超導磁鐵，能夠將質子加速到99.9999991嘅光速，每秒撞擊數10億次。想像下，呢個相當於喺地下製造無數場微型大爆炸，每場爆炸產生上萬個粒子碎片，你要由呢個粒子垃圾山入面撈出一個轉瞬即逝嘅希格斯玻色子，它一生只有10嘅-22秒。質量剛好125 GeV， 雖變成其他粒子後就消失無蹤。難度？地獄級別。數據量大到嚇人，每日產生1 PB 嘅資料，等於上千部高清電影。分析它需要全球最強嘅計算集群。科學家常常通宵達旦，盯住熒幕上嘅統計圖表，祈禱嗰個泵，嗰個能量峰值能夠出現。點解咁拼？因為呢個係長豪賭。贏咗，標準模型封頂，物理學前進一大步；輸咗，唔單止100億美元打水漂，希格斯理論可能被推翻，整個粒子物理學都要由頭嚟過。更可怕嘅係，呢個可能動搖我對物質本質嘅認知，讓量子力學同廣義相對論嘅統一夢想泡湯。LHC 啟動於2008年，第一輪碰撞就出師不利，磁鐵故障、超導系統短路，全球媒體嘲笑上帝粒子躲咗起身。但科學家唔氣餒，佢修復、升級、重啟，一片片撞擊，收集數據，好似漁夫撒網捕魚，耐心等待收穫。為咗讓大家更好明白希格斯場係乜，我嚟用個生活比喻，想像整個宇宙係個超大娛樂圈，粒子係裡面嘅演員同群眾。光子呢？它係路人甲，冇名氣冇家位，喺希格斯場入面穿梭嘅時候，冇人搭理它，它可以光速狂奔，自由自在，因為質量為零。電子同夸克就係當紅炸子雞，一出現就粉絲圍堵，簽名、合影、八卦，互動越多，黏得越緊，粒子就越重，慣性越大，質量就越大。呢個粉絲文化就係希格斯場嘅潛規則，它無處不在，決定咗邊個係小透明，邊個係大牌。而希格斯玻色子呢？它就係嗰個最狂熱嘅粉頭，場嘅忠實代言人。我雖然睇唔見整個娛樂圈，但只要拍到呢位粉頭嘅相，就能證明圈子存在。捉他，可唔係鬧住玩。LHC 就好似一台宇宙級相機，唔停按快門，拍出海量相片，然後又係同物理學家一齊翻睇，尋找嗰個獨特嘅身影。過程充滿戲劇性。2008年首次碰撞，冇動靜；2010年升級後，數據湧入，但峰值模糊；2011年初步跡象浮現，科學家興奮得徹夜不眠，卻又擔心係噪音假象。終於，2012年7月4日，日內瓦遜大廳入面，數千科學家擠滿座位，空氣凝固得似冰。實驗負責人羅爾夫·海爾登上台，投影儀亮起，一張佈滿數據點嘅圖表躍然眼前。喺125 GeV 能量線上，一個清晰嘅泵傲然挺立，統計顯著性達5西格瑪。呢個係物理學嘅鐵證門檻，意味住比推翻嘅機率低於100萬分之一。全場爆發，掌聲如雷鳴，歡呼震天，有人淚流滿面，有人擁抱尖叫。呢一刻唔係冷冰冰嘅數據，係人類好奇心嘅狂歡。鏡頭轉到台下，94歲嘅彼得·希格斯靜靜坐住，他戴住老花鏡，雙手微微顫抖。當峰值出現嘅時候，他緩緩摘低眼鏡，用手拍拭去淚水。由1964年嘅嘲笑
到2012年嘅見證，48年光陰，他等咗到呢一刻。希格斯唔係孤軍奮戰，佢嘅理論建立喺無數前輩肩上。恩格勒同布勞特喺比利時獨立提出類似想法，古拉尼克喺美國補充細節。佢5人共享201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，但希格斯最出名，因為他大膽預言咗波色子嘅存在，仲親自計算咗他嘅衰變通道。希格斯本人低調，一生教書育人，鮮少炒作。他話：我只係個理論家，實驗家先係英雄。但佢嘅離世，讓呢個故事更添悲壯。2024年4月8日，希格斯喺愛丁堡安詳辭世，享年94歲。全球物理學界默哀，佢嘅葬禮簡單，卻有無數學生前嚟悼念。就喺他走後1年，2025年8月，愛麗絲帶來新喜訊，佢捕捉到希格斯波色子衰變成腰子、腰介子嘅確鑿證據。呢個係稀有通道，之前難以分辨，依家5.5西格瑪嘅顯著性，讓標準模型更穩固。呢個突破好似遲嚟嘅禮物，仿佛希格斯喺天上微笑。但呢場追獵嘅偉大，唔止於證明一個猜想，他補齊咗標準模型嘅最後拼圖，讓呢座理論宮殿由地基到屋頂完美無缺。愛因斯坦夢想統一力場，卻止步於此。依家我唔單止明白咗質量，仲瞥見咗宇宙嘅底層代碼。哲學上，他回答咗點解存在嘅叩問：冇希格斯場，粒子光速飛馳，無法形成原子，氫原子唔會穩定，化學鍵唔會誕生， DNA 唔會纏繞，生命唔會萌芽。你我嘅存在源於呢個無形場嘅恩賜。更深層，他挑戰咗我嘅認知邊界。宇宙係場景，粒子係演員，質量係劇本，我係呢出大戲嘅觀眾。未來呢？愛麗絲升級版 HLLC 將喺2029年上線，能量翻倍，數據暴增，或者能夠探測希格斯自偶合，揭開場嘅內部結構，甚至窺見暗物質或超對稱粒子。呢個唔單止係科學，更加係人類精神嘅勝利。我砸低8億，唔為追神，而是驅散無知，用理性觸碰神蹟。諗下嗰啲無名英雄，信嘅工程師，喺地下隧道入面焊接磁鐵，汗水浸濕藍圖；數據分析師喺瑞士山村嘅機房入面敲擊鍵盤到天明；年輕博士生辭去高薪工作，加入呢場豪賭，只為一絲真理嘅火花。佢嘅故事好似希格斯嘅傳奇，平凡卻偉大。科學唔係冰冷嘅公式，它係熱血嘅冒險，係對未知嘅浪漫告白。下次你踩喺地上，感受到嗰份重量嘅時候，記住呢個唔係天賜，而是粒子同宇宙嘅親密對話。每一個夸克都喺低語，多謝你讓我有家。彼得希格斯走咗，但佢嘅場永存，我嘅探索永唔止步。因為喺呢個浩瀚宇宙入面，我唔單止係塵埃，更加係嗰追尋光明嘅火炬手。多謝大家，呢個就係神嘅真實面目，一個由人類親手驗證嘅奇蹟。讓我繼續前行，解鎖更多謎團。覺得依期內容有幫助嘅話，請幫我點個讚，記住唔好忘記訂閱頻道，咁樣就唔會錯過後續嘅更新。我哋下次見。